每日靈修，有主嘅愛在心中，要尊重和愛人如己。今日經文係彼得前書2章17節，務要尊敬眾人，親愛教中嘅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今日嘅故事，喺一個落雪嘅冬天，森林中有一群箭豬凍到打晒冷震，為咗取暖，佢哋只好緊緊咁靠近彼此，但係好快就因為忍受唔到彼此嘅掌刺，而又各自跑開。但係天氣實在太凍啦，佢哋又想再靠近一下，一齊取暖。然而靠在一齊嘅時候，嗰種刺痛又令到佢哋不得不再分開，就咁樣反反复复，分開又聚合，聚合又分開，不斷忍受嗰種受凍同埋受刺嘅兩種痛苦之間。最後箭豬們終於揾到一個好嘅方法，大家保持適當嘅距離，就可以互相取暖，而又唔至於被彼此嘅一個刺傷。我哋一齊默想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，有時太過親近，一唔謹慎，口目遮攔，而造成咗傷害，或因為太過熟悉，隨便習慣咗啦，有時失咗分寸，造成彼此嘅唔開心。若冇互相尊重同埋時時嘅警醒，出咗問題先至後悔，唔係太可惜咩？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天父，感謝你，我哋在世上有家人、親戚同埋朋友，但好多時候人與人之間會發生啲摩擦，產生好多人際關係嘅問題。求主賜俾我哋智慧，除去驕傲、自私同埋妒忌嘅心理，幫助我哋有愛心、謙讓同埋尊重人嘅心，避免與人發生爭執同埋仇恨嘅心，反而要與人和睦相處，因為呢個係何等嘅善、何等嘅美嘅事，亦係你所喜悅嘅。我哋祈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彼得前書2章17節，務要警醒眾人，親愛教中嘅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